阿曼啊，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火炙恁的网络好厝边，即嘛是8月14号毋是下晡，暗时7点。大家阿曼，大家敢食暗顿啊？大家有吃晚餐了吗？是不是应该来关心一下大家？大家敢有食暗顿啊？有，还没好。好啊，足久无安尼甲大家开讲，淡薄仔青分太安尼，因为即马还有咧食头路，所以真正是开台有开较少啦。啊，大家敢有想我请甲我应一下好，我先甲大家小姐问吼，伊拄着去请阿曼环境你来。佮有阿聪阿叔暗芒环境你来，佮有西罗纳多暗芒环境你来，个人是准备中，你嘛是准备要出来出的 VTuber 哦，欢迎你来啊，哈哈，要不食饭等咧牵车去修理好，猫咪果水阿曼。你哪会知影即马是暗时？这是啥定义的时间概念？有时我嘛是想要莫思考伤济，若莫想遐济，咱生活较自在好无？我着想要接受即个别人的定义，好无？人讲是暗时就暗时，我看外口天乌乌啊，外口暗暝啊，外口暗暝毋着暗时，哈！即马咧食，食啥？哪有75%的人还要食暗顿？太安尼？我是当食饱啦，因为我小等要放松，要直讲话，可能就无法度哪食饭，所以就有先食，我身体敢有要紧，定期关心多谢你的关心，有啦，即摆还算袂歹啊，若身体有出代志的时阵，我就会向大家请假，怎么还偷打广告？最近 Shorts 翻唱，对。毋过我这个 YouTube 还袂破一支，这支即摆是干那破伫 Instagram 尔，我因为真正迄个剪辑剪了伤过满意，真的太满意了，因为我其实原底是想讲吼，这个想要做这个算是长期的一个系列，就是。招一寡 VTuber，这小等下讲着。招一寡 VTuber 朋友来做伙来唱一寡，就是我讲一寡台语歌，招 VTuber 朋友来唱。就想讲，这个一个月做2届嘛，差不多，因为做这嘛小可忝，嘛是小可了时间，所以我就想讲，好，无就找115，无就套房了，毋是，无就找115，就想讲迄个。8月初1有破迄个新闻，就想讲8月15才来破迄个欢喜的，毋过迄个剪辑了实在是伤过满意，所以无法度真遐久，所以就好啦，伫 Instagram 就先破，因为 Instagram 遐我发现，这小段嘛爱讲着，就是我有发现 Instagram 的观众有诶较介意看我诶短影片，算是互我做有成就感诶。非常有成就感，阿莲，咱蛮欢迎啊，阿莲，欢迎你来，对啊，今日有真侪朋友就是昨伫迄个我甲感冒老师开讲的时阵嘛，拢有出现，毋过昨就是因为迄个是2个人对话，而且有诶拢是做有深度诶咧请教，所以就较无机会，甲大家拢有小少问着，所以就是对，加在今日有开多好，当来甲大家就是小少问，安乐死的酷嫂啊，阿蛮欢迎。等下，久见阿火，足久无见，拢咧黑白唱歌，我真好，我真简单就会当甲我 Q 呢，足久无看伊，古水阁好听点，有够古水的迄个，拢有请大家迄个叫做啥，拍拼来表演安尼，CD。竟然有人伫下骹楼迄只鸟袂晓台语啊！这是我的毋对，因为迄个
我做这个好，这小等来讲，嘿，小等这因为今仔日主题算是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做遮的气话的一寡，这有在啥？就是幕后的一寡趣味的代志过程安尼，嘿，所以嘛会讲到迄个做遮的代志的时阵一寡经验心得，搁有毋是心得哦，心得，嘿，搁有迄个搁有啥？一寡我家己的检讨，可能反省嘛会有啦，嘿，大家若是有想要听，初见安安啊，明天一定早点睡啊，可以啦，一定可以早点睡。我今天开这么早，我今天开7点就开了，应该可以撑，我应该也撑不了很久。阿辉动无偌久，不是，我也袂当安尼讲，嘿，我是哪后动无偌久，所以迄个应该是真早就会放大家转去困，嘿，夭寿骨。妈子哩，想要要起这个考，阿辉动无偌久，互你做伤心的你。妈子哩，阿曼欢迎，好，迄个咱要是讲一寡会当听一个，好啦，阿辉动，这卖记这要创啊，好啦。哇！鸟米果水已经加入咱的会员8个月，已经是8个月大汉的抓鱼啊耶！多谢你这个已经累积8个月支持，真的，歹势我拍的，因为我现在等下食饱，所以真正我食饱就会拍的，唔知影是安怎。一进来就聊到什么，我很抱歉。但也还好，也没那么抱歉。话敢是安尼讲的，应该不是，话应该不是安尼讲的。好啦，话真讲伤济啊。迄个嘿，对，就是安尼耶。好，惊到啊！歹势，不是调故意，要甲大家吓惊。安又大又笨，安慢环境，长毛来对无？环境哦，没有，无，我唔知，为啥无动头袂当听？你听无？因为我是一个爱民主的 VTuber， 所以袂当承认家己的拿后无动头。嘿，对，一定是安尼，好无？一定是安尼。好，咱是来讲一寡制作秘辛，耶，那安尼，好，哇，头一个。这个算是跟他讲，算是大企划吼，比较大的企划。好啊，小只人聊阿慢环境你来看，又大又笨，昨天有来到，我对你的名有印象，我记得你，没错，好，那等一下就是老样子哈，就是等一下我分享到就是哪些。算是细节让大家觉得比较有兴趣的，都可以有延伸想到什么想问的问题，免客气，免设计，可以直接问，拢会当直接甲我问，好不好？好，来，安尼咱的，阿爽阿慢欢迎你来，这来这，才除了迄个密码袂当互你以外，当做家己刀，嘛毋是讲真正当做家己刀啦，迄啲对，好，将来毋捌客气水，安尼水，咱拢迄个足自由诶，互大家迄个轮回上迄自由，敢是安尼讲，大家若有真正啥物问诶，拢会使做恁无？哎哟，救人！多谢鸟米果水送出5个回击，感谢，恭喜明天一定早点睡，库沙瓦、西罗纳多，搁有伊袂晓念你的名，伊乌，搁有抹茶拿铁博士，好酷的名字，迄个恭喜恁即摆嘛加做我的会员啊，嘛变做伙团，会使来看鸟比棒赛的影片。好烂哦，怎么办？每次有人送汇集，讲不出什么汇集的好处，就是可以看那个当鸟啊棒赛。这里不是那种地方啊。对，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是可以按我们的那个 emoji 啊，可以按我们一些很棒的表情符号啊，
像是我们阿酸的那个拔脚系列，哇，博胜的，阿妈欢迎，欢迎你大驾光临，欢迎你来，最近博胜有出那个 Hot Limit 的台语版，超赞的，大家敢有听？大家敢有听？一定要听吧，大家敢有去听？非常的厉害，一直都做厉害，大家一定爱听，福利什么福利？哪里又有福利？又要干嘛？那个汇集的福利是吗？就是对，就是可以按 emoji， 还有可以看那个我家猫咪大便。对，好，我不想再强化那个莫名其妙的会员福利的印象。贝西尔干部真做厉害，这股真做厉害，非常厉害。好啦，讲到倒位？讲到对，我们要那个后置弹呢，拢袂记。我们要那个把脚 emoji 刷起来，不要这样，感谢推广，要吧，这非常，这就不听，对不起自己，不分享给大家也是对不起大家，对，请大家务必打开博胜的那个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他任何新的这个轰动武林的作品，好不好？多谢你哦，多谢你哦，美国注意上出的回击，好，那我们那个大家还记得有这个企划吗？我也刚写安尼讲，对，因为那个好，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熟悉这个企划，因为也过一段时间了，离我上次开这种企划的后日谈，好像也过一段时间了，对，所以这一场那个看履历的这场直播，好像也是有点久之前。但是总之呢，就是先讲给不知道的人蒙听啊姐，先讲给不知道的人听一下，就是这个企划呢非常简单，就是大家知道我有做一个街访系，你不记得这个企划了，想贺喜啦，你给我来呢，你给我来做来宾呢，我来讲笑的吼，总是爱有那个观众旁边来搭嘴讲，很久之前有到很久吗？有点久，1-2个月而已吧，顶多也就1-2个月吧，我应该吧，对，好。对，然后先讲给不知道的人，就是我有做一系列的那个 VTuber 街访的影片，对，就是一堆 shorts 啦，然后那个 shorts 里面就是我会拿着我的麦克风，我的麦克风在哪里？在这里，对，我会拿着这支麦克到处去访问那个其他 VTuber 朋友，对，但是呢，我就想一想，就觉得我现在好忙哦，因为我跑去打工嘛，大家有一些人应该知道，我现在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全职在。试着做频道，对做一做发现好穷哦，所以就跑去打工了。对，那我开始打工之后呢，就变得好忙哦，但还是好穷哦，穷嘛，好，这不是重点，就是好忙哦，没有办法访问那么多人，所以我就想一想，就觉得这个街访系列好像可以，就是试着找个接班主持人，对，把它交出去。你是因为看到街访才追踪，太好了，碎啦，代表这个街访系列也是有让大家觉得很有趣嘛，这无影习惯的英雄，真是我的荣幸，太好了。对，好，对，那就是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系列的企划。对总之这个企划就是我就公开就是邀请大家想要来当我的找水鬼脱下，这样说也没有错啦。对，传承会不会讲话，恭维给顺，这有在团型。把这个企划传承下去，把经验传承下去，什么抓交替卖都别讲，门已经开啊，有的物件袂当我别讲不可以乱讲，已经开了，不要乱讲哈。面试之前都还没放暑假哦，真的哦，因为我现在是没有暑假的人类啊，不是人类啊，宝箱怪，我现在是没有暑假的身份了，好不好？我已经没遐年少年啊。没有暑假，对暑假这个概念不认识、不了解、不清楚。迄个什么物件唔捌听过，敢会假日无听过，好不？现在暑假都要放完了，赶快放完，赶快回来，赶快不要每天看起来很悠闲，我很嫉妒，好不好？好可怜，没有暑假会不会讲话？编1分钟没有啦，懒得编。等一下有很勤劳的时候再编你1分钟，谢谢。到底在干嘛？你们家得。好啦就是这个系列的企划，就是找了一些
VTuber 朋友，对，然后就是来传承。Hi Sylvia, my friend， 放暑假，好久没有听过这东西了，对不对？救命！什么书家包？书家包是什么？没有暑假的书家安呢？干西学生表示不想回学校，没关系啦，等那个出来工作之后，就会连暑假都没有哦，每天都不想上班哦。我现在就不想上明天的班，我现在就不想上明天的班，我明天还要早上5点起来上班，想一想就已经不想去了。听说读硕士会有寒暑假，谢谢多谢感恩的啦，谢谢，好会哦，不要这样。太久没有来，已经丧失被 ban 的权利了。没有这回事。话拢和你讲到安内啊，好了 ban 一下了。一定要这样吗？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吗？1分钟后再见。为什么要维持这种奇怪的传统？好，讲到哪里？到底讲到哪里？对啦，反正这个企划就是请大家那个可以投履历来，然后我就是可以摆架子，而不是换我面试别人。对，我来当面试官。活塞年轻可以的，不是这个问题啊，是我没钱啊，没有钱读硕士啊，没有钱可以缴学费。好，然后就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之前有做，天哪，竟然迫害明天的寿星，明天那明天再继续编，没有，明天不是在我的台，没有办法编啊，明天我再拜托看看那个我去的那个就是邀请我的人，看他能不能帮忙编。没有啦，好，我们还是讲一点正经的。拍摄，大概拢安尼，我白了，唔知影讲到倒位去。好啦，就是怎么有人迫害？那是明天嘞，不要急好不好？明天才做生日，现在就要行使特权吗？伤早啦，好。反正就是我不是有一个那个用台语做100件事的那个列表吗？大家记得吗？就是我有开一个我自己的列表，然后上面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想，写了那个用台语要做100件事，对吧？大家看应该那个有看过，有比较早有开始收看的，应该都知道吧？对，那其中有一项是要用台语面试，对，我记得那个张表上面有一项是要用台语面试。明天过生日难道不能一整个月都有特权吗？你当我是餐厅啊？你当我是餐厅吗？请问我们今天有当月寿星吗？然后送你一个上帝几粒给两个，这种可以啦。请问我们有当月寿星吗？有的话就是上帝几趟可以有几个环，然后给上帝几粒给两个。好，不对，不是这样，这样不是这样收贼。好，这里不是餐厅。好，对，好，反正就是那个列表上有一项就是要用台语面试嘛。对啊，我看一看，想一想的，想讲好，那我要升一个职位出来给大家面试。对，那再加上那个稍早说的嘛，就是做街访系列，就觉得我自己也要访问，然后还要自己剪，好累哦。那不然我就把这个要访问的部分，就是交给其他人，我就来征求那个街访主持人的接班人吧。对，然后就有这个企划了，就这样，就有这个企划了。好。超好笑，那要附证件。对啊，我要来收集那个观众朋友的个资。不对啦，不是安呢，不是这样，不对。超好笑那个，那个很经典吧？不是大家都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吗？是那个老文聪经典的台词，超经典的台词。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完全没有看过这一部，但是可能会在 YouTube 上看到哦，应该是。对啊，毕竟我也是嘛，我也是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嘛，才知道有这个。对啊，一定是这样子。对，是的。谢谢宝箱过来端走蛋糕。好，吓死我了！至少端走是蛋糕，不是把我当成那个食材端走，害我很紧张。好，对，霹雳火，台湾霹雳火非常经典，非常经典啊！请大家那个有机会的话，可是能去哪里看呢？好像也没有好像也没有那个重播或者是串流的平台可以看好可惜哦，非常需要。偷人机没有啊？我那个 YouTube 上看到一些经典片段才知道的啦，我爸爸妈妈跟我说的啦。没发现全无钱，没有这样子，没有这样，不安内啦。我那么恐怖吗？不要造谣。好，对，然后就对，用台语面试，对不过这个其实还蛮出乎我意料的一点，就是做这个系列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么顺利，就是所有人都有办法真的用全台语来被我面试。这点真的蛮厉害的，这个很超出我的期待。就是其实我原本预想的情况，
可能是来面试的人可能就是可以一部分的题目有办法用台语回答，但是我原本预期大家可能就是一半一半，可能有一半的题目就是会必须切成那个华语这样子。对，但没有，3位都有办法，就是几乎全台语的讲完整场。对，真的是蛮厉害的，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对，但是可能我原本对自己的那个流量有点不知道自己的那叫什么，还有在啥，不知道自己的有几两重哦，是这样讲吗？对，原本以为会有很多人投，对，但也还好，对啊，对，是的，对，但是我们重质不重量。对，就我原本是想说我原本预想就是可能会收到，也许啦，我原本想说可能会有大概10个左右吧，然后原本想说要来看履历的时候要来努力的筛一下，就是让那个可以来直播面试的人就是数量不要那么多，不然会累死。对，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可能因为大家都很忙，对，然后就是可能那个不是那么多人都想要就是来当主持接班人，对，所以投稿数量是比我预想中少的，对，但是大家的台语能力是比我预期的还要厉害非常多，超厉害的，哇，妈妈卡有准备面试模拟题，有请爸爸妈妈当模拟面试官，素哦，爸爸妈妈有没有问你说是怎么突然要换工作？哦，但是有讲华语的部分就是没准备到哦，原来如此，对，可能对。我自己一开始也是没有办法用全台语直播啦，一开始是无法度，一开始我嘛是无准备到的所在都无法度用全台语来讲话，真的会，就是那个没办法，就是毕竟台语任何语言都是蛮需要时间养成的嘛，就是有一些词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说的话，你就没办法说，好像废话，对，有些词不知道怎么说，你一定得查字典，或是一定得。当然，可能面试的时候你没办法，就是请面试官等一下，我要查字典，这应该是没办法。对，所以完全可以理解。对，这完全就是没办法，总是会发生。嘿，那现在呢？对，那顺便就是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就是主持那叫什么街访主持人接班人的这个系列啊。对，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企划好像过了很久都没有动静啊？怎么会这样嘞？其实是因为那个就是上次我们面试完之后，我已经有那个嘛，就最后有决定出那个录取者了。对，那决定出这个街访接班人的录取者之后，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对，也不止一件，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其中包含就是要准备那个麦克风素材。对，要等一下，这是广播吗？应该是安全啊啦，吼，应该是安全啊。好耶，中之人坐标又再次受到了保护，谢谢。我们刚刚讲到哪里哦？讲到那个为什么这个企划就是最近可能有1个月都没动静，对不对？对，让我辩解一下，鸳鸯奶茶是用鸳鸯做的吗？不是，遐抽惨哦。鸳鸯奶茶，不知道鸳鸯奶茶吗？鸳鸯奶茶是奶茶加咖啡，嘿。就是奶跟茶跟咖啡，好，这鸳鸯奶茶，他们克林我们在怎么可能？好，我们回来，对，回来，对，为什么这个企划就是过了很久没有看，没有说，就是大家可能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进展呢？因为有几件很重要的事要做，其中一个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街访的麦克风的素材，对，要准备素材给录取者，让他们之后访问的时候。可以有麦克风可以拿，对，所以就是一部分是在等我们那个拉夫老师的这个用心绘制，对，
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我做这个街访系列的节目，就是也是姑且也是有一些心得，就是我觉得做节目真的很多时候，我个人感觉我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真的假的？刚才知道鸳鸯奶茶是什么？真的假的？嗨，尹午夜，晚安，晚安，欢迎你来，真的吗？真的吗？可能因为还没有到可以喝咖啡的这个阶段，所以可能不知道吧，对不对？想必是年轻的朋友。好，对不过鸳鸯奶茶好像，有一些人不是很喜欢喝，就是会觉得不上不下，因为要咖啡不够咖啡，要奶茶不够奶茶，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就突然很爱喝，完全有时候真的是搞不太懂自己，对。好，地下城广播，城堡像怪火蛇，你的座驾挡到出口了，再不，我才不会做这种事情这种事超可恶的最讨厌那种停车的时候挡到出入口了，或是挡在消防栓前面的。挡在消防栓前面真的是更可恶，这会害死人，请不要这么做。好，对，是的，好，然后就是我自己做一些节目，比如说街访系列的 shorts，做一做也是姑且有一些心得。我自己觉得虽然我不是很厉害的节目，虽然我不是很资深的节目制作人，厉不厉害不知道，那自己不能讲。嘎滴不好，反正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做节目，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会需要经过一些实验，然后你在实验的过程中，你会知道哪些做法可能不可行。比如说那个约一些街访来宾的时候，怎么样的来宾可能没有想象中这么适合这个问题。对啊，哪些问题可能不适合问这样的人？对，这其实还需要蛮多就是经验累积的，或者是怎么约时间比较快，或是怎么录、怎么剪比较有效率。对，就是把这些经验，就是我也是想要传承给这个2位我们街访接班人。对，那传承也要花一点时间，然后加上因为现在有在打工，所以我其实也是有点拖拖拉拉，没有办法那个抽出很多时间来整理这些心得，所以就有花一点时间，但是最近有进展啦，对，这可以讲吗？应该可以讲吧，应该也没什么好不能讲的，对，而且我讲了之后，是给另外那个2位录取者压力，对，害不到我自己，嘿，哇，朱蜘蛛吗？朱蜘蛛老师吗？早安，早，老师早，你现在是刚起床吗？早安，欢迎啊，好久没有做音乐哦，突然有压力了。好，我先给别人压力，对，就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麦克风素材画好了，可以开始采访咯，2位，我们皮曼，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来？今天怎么这么多那个同行朋友出现？大驾光临！皮曼晚安，欢迎！Good morning， 偷别人的打招呼，好怪啊！不然脱口而出，然后突然觉得不太对。好，对，起立敬礼坐下。好，我们讲到哪？起立敬对，有敬礼。对，好，太久没上学，阿慧有到人脉的地步吗？也还好吧，对，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可能同行对今天的主题比较有兴趣吗？其实也蛮合理的就是毕竟是一些做节目的心得美感，对，搞不好会想听大家如果有任何好奇的问题，直接问，不用客气好不好？不管是同行还是那个还没出道的朋友，对，没有不出道的选项，你们只是还没出道。谁是鸟米购之一？呱呱呱，谁啊？不知道搞不好有录取我们街访接班人谁啊？是什么猫什么可爱的，是不是？好啦，回来，对，我要来给压力咯，对，好像有被演算法推到在首页出现，太好了！难道是因为伊理化的这个严肃讨论？难道是因为严肃讨论这张图放在缩图上非常吸引人吗？这还真是我的荣幸，太好了！对，好，我找到新的流量密码，就是我喜欢一些怪怪的可爱的图，我就知道。真的啦，我真的很喜欢那一张，超喜欢的。好，我们讲到哪里？我们讲到要给压力，对，就是那个街访的素材已经好了哦，所以我们街访主持人可以动起来了哦，可以开始做事咯。严肃观看陈火蛇直播，你回来啦！被编完1分钟之后回来了，欢迎回来。好，什么？这家伙给我承认你的才能很吸引人呐、好啦，我的才能很吸引人呐、
是不错吧？毕竟也是蛮努力的。高炸，我过去高炸，太大家拢伫暗时甲我讲高炸，大家是怎样？大家启程。阿辉平安，呼噜同学平安平安，欢迎，安安欢迎你来，欢迎啊。好的，那对啦，反正就是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想应该9月开始，我可以自己随便讲一个日期吗？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取得2位那个合作伙伴，没有取得2位街访接班人的同意，但是我觉得应该9月可以开始出现2位的片段了吧？如果有空的话，好不好？就是感觉可以开始再开始有进展了，对。总之就是我目前也是会趁这段时间把我的一些经验传承给2位，对，然后但是传承的过程好像不会直播给大家看，所以大家可能也看不到，对，那就请大家只好期待那个街访的成品咯，好不好？那如果有 VTuber 同行正在收看，然后想要被那个街访系列采访的话，可以联络我，对，那除了我之外呢，我也会努力的。先优先派出，讲的好像我可以使唤人家，没有啦，我们是对等的合作关系。对，我可以那个友善的邀请2位街访接班人，就是去开始他们的这个活跃的精彩的表现。PP 错啊，开些错啊，惊的，不是，怎么这样讲话？嘿，对，就是要是爱有压力才会进步啦，那个总是要有一点压力才会端出好作品、新作品，对不对？肯定是这样子吧？对，那对，是的，就是这样。好啦，好。对这个企划，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准备往下讲咯。怎么搞？人家在上课啊，但没关系，今天的背景也是这个教室的主题，非常适合说教男陈火蛇，太好了，可喜可贺。好，那没错，那就是我也顺利的完成了这个用台语做100件事的其中一件。就是用台语面试别人，对，就是请大家给我一个掌声。好，对，慢慢的有在完成，慢慢的有在完成那个用台语做100件有趣的事的这个伟大计划，对，毕竟没做完也不能毕业。哪2位？那个猫猫卡爱跟爱因丽丝，对啊，猫猫卡爱今天有在现场，对啊，爱因丽丝有的话可以出声，对，但是就是没错，但是毕竟身为 VTuber 可能也是蛮忙的，所以也没有办法就是喊来就来，对，但是就是会尽量就是希望有时间的话，可以大家一起来推进这个企划的下一步啊。做完了也不能毕啊，先做得完再说，好不好？对，没有说要毕业，不要紧张，反正还很久。你们看那个用台语做100件事那个列表，看起来最好是10年内最好是做得完啦，看起来就不可能，至少都还有10年的阿慧可以看，好不好？不要紧张。好啦，那大家看起来对这个企划没有其他问题那我们就往下了。对，那接下来就是比较多，真的很多接下来真的很多是这个 shorts 短影片，就是 shorts 我会发在那个 YouTube shorts 跟IG 的 reels， 那反正就是我发现我做短影片的效果好像也还不错，对，所以我自己觉得算是也蛮努力在做短影片内容的，对，唔通爱记者看80年，没有要放我，无要放我耍，好。没关系，是安怎唔肯放我耍？好爱乱唱歌。好，我们继续。对，好的，那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开始进到短影片系列。对，为了避免标题诈骗，对，我们今天的直播标题是不是有提到啊？我们今天直播标题有什么私讯美少女叫人家唱《骂岛之歌》？对，没有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大家有去听吗？我有放在我的 Discord 伺服器，我有请大家去听。对，就是这支影片我是不是应该直接把那个影片贴上来？好像要等我一下，我找一下。对，大家还没看过的话，打20下没有啦。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对，我找一下我应该找那个网址给大家。有去看很好。对，来，我们那个。菲波尼尼唱了一首很甜美的
用台语骂人的歌呢，太棒了，适合喜欢骂倒的朋友，适合很喜欢被骂的朋友们。总觉得这种朋友很多啊，对，没有错。那这首歌会出现呢，其实是我去许愿的。哇，他甚至在说明栏有写企划冒号陈火蛇，对，没有错。对，就是我其实有这个 idea 很久了，很久的意思是搞不好好几年咯。对，敢有无啦？什么意思？敢有介意红妹无啦？干嘛呢？是吗？对，那就是我好像蛮久之前，好几年前就一直觉得，有到好几年嘛，我也不晓得。反正我有这个 idea 很久了啦，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如果用很甜美的唱法，然后去就是把这个很经典，然后也蛮能学到很多东西吗？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我自己觉得再怎么说都蛮有趣的一个台语骂人的一串话，对，把它唱出来的话，好像有一个冲突的有趣感嘛，对，有点好笑嘛，就是那种明明是这个风格，但是怎么是这个内容啊？这种感觉就很好笑啊，对，那我就觉得好像可以把它做出来，可是就是这个 idea 在我的想象中就是那个必须要用很甜美的方式唱出来，但我觉得我没有很甜美。对，因为那个宝香怪适合做成咸食料理，没有，不是这样，不对，对，反正就是我到底在讲什么，反正就是这样子，对，我就觉得好像不应该由我来唱，对，所以呢，我就最近终于想起来有这个 idea， 然后最近就觉得好，我们还是赶快把它做出来好了，对，那我就直接私讯他，对。我就把这些想法就是整理起来，整理在一个 Google 文件里面，对，然后想起来之后呢，我就把它整理好，然后就把它整理给什么是7:36、7:39，宝香怪适合做成咸食料理，我有这样说，好，以上言论代表本人立场。虽然有一些网友很喜欢说以上言论不代表本人立场，但是我觉得这样真的好不负责任，我做不到，我说不出口。好，我讲的好，宝香怪咸食料理笔记，不要乱笔记。好想听甜美的宝香怪。我们上次那个收益化刚过的时候，好像有开那个恋爱的滋味、恋财的滋味啊，不是初恋的滋味，初次恋财。对，那个时候有尽量甜美吧？好像有吗？应该吧。对，再不然的话也可以去看那个我们台语道府家教之前有在骨头面那边教过那个女仆咖啡店的台语，那时候应该是有念好吃咒语啦，这应该算甜美宝香怪，可以去听，用台语学卫生对，我知道那个100件事情里面好像有这一项，我总有一天会做，好不好？总有一天会做，等我现在的打工变得比较有空的时候，我就会采取行动。确实有想做。对，我觉得好像我最近也有在想，那个用台语做100件事情的这100件事情里面，好像可以排一下顺序。就是比如说用台语学卫生，如果可以解锁很多其他能做的事的话，好像就应该学一下。对，我就可以用那个可能比较甜美的声音做一些其他企划。对。所以我确实有觉得这件事情的那个优先度可以稍微往前排一点，对，所以那个请大家帮我集气好不好？对，请大家帮我祈祷，或是给我很多钱，我就可以少打工。讲半天还是钱吗？讲半天最后还是钱，对啊，没办法，就是节目要用钱灌溉啊，这是事实。对，好，对，那讲到，对，是的，孟大安安啊，晚安，欢迎。对，我们现在讲到美少女的部分了。好啦，那就是我就把上面描述到那个企划，对，就是把它整理成一个 Google 文件，然后我就直接私讯飞波妮妮，对，我就直接私讯飞波妮妮说，我觉得这很适合你，因为那个就是对他好像蛮会骂人的嘛，他好像蛮会让那个喜欢被骂的人很开心嘛，对，所以就觉得好适合他，而且我知道他就是台语也，我记得我之前街访的时候有那个跟他用台语互动，然后就觉得他台语就是会靠，然后讲起来就是真的也蛮赞的，对，所以就觉得很适合他呢，对，所以就把这个企划整理好，然后就问他有没有兴趣做，对，
那他就很神速的就做完了。对，我许愿之后好像没有过多久他就完成了，我直接吓到。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本质上我在做的事情其实是许愿啦，就是我也没给他钱，我也没有委托他，对，但是完全就是希望他实现我的一个 idea， 对，那这就是许愿啊，这就是许愿啊，对就其实我好像也真的好，就是我有做到，就是把 idea 提供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主要功劳就不在我，对，主要功劳不在我，但是我觉得许愿不犯法，然后许愿可以就是有礼貌的许愿。那我觉得要做许愿这种事情的话，最好就是尽可能把那个你的想要许愿的那个 idea 整理的越清楚越好。对，那简单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整理那个 Google 文件的时候，就是首先我就是有用文字清楚的描述，就是我对那个成品的想象。对，就是如刚刚说的，就是很甜美的唱出那个好像就是内容好像有点凶残的这个骂人的内容，对对对。然后还有提供那个参考影片，对，我提供的参考影片有那个刚刚有讲到那个嘛，台湾霹雳火嘛，是台湾霹雳火吗？好像是，还是龙卷风，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大家在 YouTube 找这个片段的话，可以找到那个苗可丽老师也有骂这一串。对，就是迄个，即碰到对面路崩死卡骨大细机，你若要死的车，一个被逮到套红了吼，你若出差个找无路，你若上好死啊，骨头给我高啊提起波，对，这串，对，就是苗可丽老师有在那个8点档连续剧里面有骂过，非常的经典。然后我就有把这个影片就是附在那个 Google 文件里面。然后除此之外，就是我知道好像欧美有那种，欧美好像很久以前就有一首歌。对，很久以前嘛，我觉得我要伤害到一些人的那个年龄了。反正就是我记得几年前，对，毕竟我也听过嘛，虽然是爸爸妈妈告诉我的，对，就是几年前有那个英语的分手歌，对，好像是叫什么吗 ？I'll pray for you 吗？对，然后就是也是用比较甜美的旋律跟那个就是唱的感觉，对，但内容其实就是蛮恶毒的，我觉得有点像啦，我觉得有点像。对，所以我就也把这个当成参考，中文不好，我会把这个当成参考放在那个 Google 文件里面。对，超怀念哦，怎么连你也听过？那这首歌也没有多老嘛，那没事。对，好，然后还有，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一串嘛，就是碰到对面老公西卡古大塞基的那一整串的那个文本。对，就是台文，然后加台罗，然后我有附朗读音档吗？我有点忘记了，感觉我会耶，但我有点忘记了。对，因为那个对大家来说，就是我知道一定不是，就是好讲一个那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就是阅读台罗不是一个普遍所有人都有的能力，然后就本来就是这样。对，那我也充分理解。对，所以我确定一下啊，我记得我应该是有附啦。有啦，我有附朗读示范。对，通常我个人习惯就是，如果我有用台文写了什么东西，然后它如果是企划的一部分，然后我需要请别人帮我念或是帮我唱的话，对，只要我不，除非我知道对方那个就是会读台文，不然我都会附个朗读示范。对，那就这次我也是有附朗读音档，对，那就是一起传给他。对，希望有帮上忙。对，其实我不确定这里面多少的东西真的有帮上忙，但是就是希望有帮上忙。对，那总之就是再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可以许愿。对，但是许愿的礼貌就是你把你自己能帮忙做的事情都全部尽量做好，然后尽可能减少对方的负担，这样应该比较有可能实现啦，应该比较有可能实现。对，那还有另一个方式就是给钱。对，但这次我没有给他钱。是的。那这边就还是要感谢，就是菲波尼尼完成了我的愿望，太好了，太好了。对，就觉得好像应该要有一首就是这种歌，好像会很有趣吧？对，就会觉得好像如果可以有人把它做出来的话，就太好了。对，但是毕竟我不是美少女，但我又觉得在我的想象里面，这首歌必须要用一个那个唱腔甜美的美少女的表演才有办法完成。对，所以就只好许愿了。那就是感谢菲波尼尼，就是完成了这个很棒的作品，太好了！啪叽啪叽，请大家给菲波尼尼掌声。然后，请大家如果还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话，请务必去看。对，请务必去看这支非常精彩的秀儿词。你写，开玩笑，但努力写啊，怎么不写？如果你写了之后，那个台语方面有就是火蛇可以帮上忙的话，就是请尽量跟我说好不好？一定努力帮忙。对，好的。
是的，就是这样子。好，那学完之后要不要在长辈面前说呢？你们自己决定。如果你被骂被打，我不管哦，不管哦，毕竟是骂人的，对。但还是要说，我觉得就是一个语言，嗨，是那颗布丁，晚安晚安，阿曼还给你来，晚安欢迎你来啊，对。但我还是觉得就是一个语言要传承下去，就是不管是美丽优美的地方、文雅的地方，还是这个丑陋丑惨，这个比较。对，就是粗鲁的，不管是就是语言本来就应该有不同的那个面貌嘛，对，好又要说教，好烦哦，对，反正就是都可以把它传承下去啦，对，所以那个就算是骂人的话，也还是可以学哦，但学完之后要不要用呢，就自己再决定，对，个人是就抱持这样子的观点，对，好，太好了，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讲吧，不对，大家有什么要问的吗？还是给大家一点问问题的机会。再次宣导大家，如果想要问问题的话，不用客气，直接问。好，为了传承，现在就唱这首歌给讨厌的人听，太好了。但我怎么记得这首歌刚贴出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猫猫可爱是留言说怎么唱给喜欢的人听之后就被封锁了。不要哦，建议大家不要唱给喜欢的人听哦。但是唱给讨厌的人听，后果自负，我一概不负责，一概不负责。对，对。我想台湾的节目应该是不用特别写什么无不良引导，应该是没有这种规定。对，相信大家都有成熟的判断能力，应该不用再加这种警语吧。学骂人的部分很重要，是别人骂你听得懂。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觉得这非常有道理。对，就是不管学什么语言，就是总会学到那个骂人的部分。那真的很重要的就是你被骂的时候，你会知道。对，我觉得这很重要，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对，还有就是有一些词汇啊，就是可能比如说是谚语的词，对，谚语是什么意思？我要解释吗？对，就有一些词可能就是建立在那个丑化女性，好，丑化某些特定性别，对，或者是一些就是跟女性有关，但是拿来骂人的词，对，那这种词其实就是放在那个我们现在稍微比较进步，虽然还有很多进步空间，但是跟以前比起来稍微比较进步的性别观念之下，我们会知道好像不能这样说的这些词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学。对，至少你知道就是以前的人会这样用，然后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对，那当有人用这些词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他可能不怀好意这样子，我觉得是可以去知道的。对，但知道之后你要不要拿来用是另一回事。像是有一些人就主张，就是最好不要说你做欢呢，因为欢是有歧视的意思的词嘛，对，歧视其他族群嘛，就最好不要这样讲。就我觉得有道理，对，但还是可以知道有这个词的存在，对，然后别人在用的时候，你会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你要不要就是阻止他用这个词呢？你自己决定。对，我觉得对你自己决定。好，就是这样，对，就是蒙混向，混向，对，向靠变来变去。这就是现代人啊，悲哀啊！好，对，是的，有知识大家不要用自己决定，没有错，对，没错啊，说教成功。好，那再来，我今天讲话的速度好快哦，大家还 OK 吗？刚才讲话根本想要紧，因为急着想下班，没有啦，因为那个想分享的东西真的是有点多因为我其实有先写稿，然后我看我的稿有点长，我很怕等一下讲不完，来不及睡觉，对，所以讲话还是稍微快一点。阿莲要补习了，天哪，这么晚还要补习，真的是辛苦嘞。有吃饱吗？应该有吃饱吧。啊，补习加油啊，补习加油。对，那个补习完之后，如果有力气有空的话，想要看可以再来看，对，可以再来补档 ，OK 的。刚刚好，速度刚刚好，是不是？好，我知道现在蛮多人习惯看影片都2倍速的，所以其实不知不觉已经养成了可以听那个很快的速度的能力了，对吧？对，因为我自己也是。虽然我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习惯用这种速度跟客人讲话。有些客人听得懂，对，但有些客人会听不懂，他就会哈，然后我就会变成这种比较缓慢的速度。请问今天需要什么呢？对，突然的变成了稍微比较像正常人。对，有，好，有空是不是太好了？好，补习加油啊，先专心补习啊。对，那个我们档不会不见，我说的是档案补档，对，直播档，对，档不会不见。好，是的，好。那没错，以上就是 number 可以来个刚刚讲，对不起嘛，就很忙嘛，上班真的是会要人命啊，什么大猪什么小猪啊，你说那个讲话很快的部分吗？
啊，对啊，就最近这几个月开比较少台嘛，开真的很少，因为就是有去打工。对，那但是之后我应该会试着减少就是在那边打工的时间。对，怎么做到的不能说。党不会不见，不是那个党，不是这个党，哈哈，什么意思？阿酸意有所指，上班真的要人命，真的。对，反正我目前的计划就是之后那个打工那个地方我要少上一点班。对，那到时候应该就可以有比较多开台的机会啦。是的，是的。所以 OK 的 ，OK 的，好，请大家那个再忍耐一下，对，快了，好日子就快来了，是这样讲吗？啊，会辛苦了，不会啊，不会啊，这个自找的，眼睛的个家己经，是的，自己选的，好不好？对，那欢喜的贺，好，哎，讲到欢喜的贺，我们可以来进入我们下一个系列节目啦。这个我也觉得超优秀，自己讲，家己波北造车，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到底在讲什么？好，那再来就是这个 U 台湾的这个 shorts， 真的超棒啦，真的超棒的。对，这个在 YouTube 的流量好像还好，对，但是在 IG 的流量蛮好的。对，什么？你的 DNA 动了一下，好像被提醒到了什么？对，好啦，那个这个系列就是，对，他本来没有特别要做系列，但是他现在已经就是尝到甜头之后，食髓知味，对，已经决定把它变成一个系列来慢慢做。这条赞我应该赞，真的超赞的。好，那在脆上看到有人说好日子在后头是中式恐怖最恐怖的一句话，这我是没有研究啦，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拿来当梗讲还蛮好笑的。对，好日子快来了，可靠开靠做会出来做触笔啊，真的超赞的。对，就先说就是怎么会开始有这个想法。对，这个 idea 其实其实本来是几个月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因为真的有一阵子了。对，就是好几个月前，突然有人在脆上。就是提到这首歌，就是查尔文老师跟陈亚兰老师一起唱的《U 台湾》，对，就是有人在脆上，就是突然提到这首歌，突然 po 了这首歌，然后就说哇，好酷哦，对，然后那篇脆文就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红，然后就蛮多人讨论的。那时候我也有看到，对，那时候我会看到，就是因为那个我们的好朋友吉比啊，对，格兰尼亚吉比，对，吉比他就传了这篇文给我。对，他要传给我，然后就是说，如果找一些 V 一起唱这个，感觉好像很棒对，然后就来想到说，好像可以来做做看这首歌的 cover 所以这个 idea 一开始就出现，就是要感谢吉比，主要是吉比先想到的啦。对，那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好笑的，就是我自己本来有点被制约，就是想到 cover 就是先想到那个整首的那种 cover。对，就以为一定要很贵，一定要出完整 cover， 要那个可能要重编曲，要混音，要这个那个，还要那个画曲汇，然后要做 PV， 哦，好贵哦。对，但是后来是突然就想通了，因为发现就是我也很穷，吉比也很穷，大家都很穷。对，想一想就发现不对啊，可以做 shorts 就好啦。对，然后那个剪辑就是也可以用我自己的剪辑的，就是我自己来剪就好了。对，然后就用一些那个是我自己比较能驾驭的风格，好像也可以。对，后来突然想通了之后，就决定好，那我们就来做shorts翻唱好了。对，所以就把它做成shorts。对，那这个做出来之后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 IG 效果比较好。对，不知道为什么。对，那就我目前还不太确定这个原理是什么啦，但是就是蛮开心的。然后我发现就是在那个 IG 那边就是有蛮多学生留言，大家有看 IG 那边这支影片的留言吗？我发现有很多学生有留言，就是说学校老师有放这首歌给他们听，这些好玩超喜欢，我也觉得超好玩的，真的很好玩。对，虽然剪起来有点累，对，但是很有成就感，非常有成就感。对，就是剪出来那个成品，就自己会觉得很满意，然后我其实自己都会看很多次，真的，自我陶醉，超好笑。对，然后反正就是有很多学生都留言说，学校的台语老师会放这首 U 台湾给他们听，对，好有趣哦。对，我本来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对，
但是好像对啦，好像有听说啊，因为我也是那个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加减会给 game 会接触一点台语老师，对，所以就知道有这回事，对，就确实有听说过蛮多台语老师会放 U 台玩给学生听的，对，好像有听过国小台语老师会放这个。可能想说让他们认识那个嘛，台湾有一些不同的那个 King Call 这件事情，歌本身就也蛮可爱、蛮朗朗上口的，所以确实是个好选择啊。IG 有相关政策会推类似内容到比较远的地方哦，原来如此，所以可能是 IG 的演算法的关系吗，让这种影片可能比较适合被传比较远这样子。然后我发现 IG 还有一个有趣的特性，就是私讯分享这个功能，对。因为那个 YouTube 比较没有嘛 ，YouTube 比较没有在直接私讯分享，但是 IG 有，对，所以如果我做的那个短影片的内容很适合被传给朋友，比如说之前跟月台合作那个棒赛的那个嘛，就是那个大家知道吗？那个清气高追胖个甘甜，大家知道我在讲哪一支吗？对，那一支就很适合传给朋友啊，对啊，所以那支在 IG 上流量真的是超级好。对，就是我觉得 IG 有那个跟 YouTube 玩起来很不一样的地方呢。高波老师、橘子老师不是橘子，是橘子，对对，突然那个名字混乱。对，是我们依晨老师。昨天那个直播，大家如果没看过的话，那个可以来补档哦，再度宣传。对，嗨阿玲阿曼，还有我们玉纯对吗？玉纯阿曼还给你来。优里阿曼欢迎你来安安啊！要转型做好影视 VTuber 应该没有啦，就是我没有很想做太多教学内容，虽然最近有计划为了好玩做一下，但是主要内容应该不是纯教学，对，但也可以，如果卖课程可以赚到钱，我会卖的。有机会听整首吗？应该不会做长的 cover， 因为那个版权上的关系，就是对我最近在版权上有思考比较谨慎一点。对，但我知道 shorts 就是未满60秒的 shorts 的话，在各个平台上都比较宽松，对，都是可以播放。对，所以我这个 shorts 的多人翻唱系列，我其实都是有故意把它控制在60秒以内哦。对，其实我是有特别想一想，对。对，所以那个会不会有长的整支的呢？我觉得要做长的整支的话，应该是要做重编曲，就是整个那个伴奏要重编，要花钱请人重编会比较好。对，但没有钱，所以暂时没有要做。对，等我那个流量很好，然后发了之后就可以啊，对啊。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嘿，好。但感谢喜欢，那个很多留言都说这个，对，那个在 IG 上留言也超多人，就是说可不可以出整首的，感觉出来大家很喜欢，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唱起来是真的很感动，也不只有我这样说，就是我们那个这支影片做出来之后，那个就是我们有那个一起合作做这件事情的那个小群组，然后小群组里面就是就是大家也都是说，就是一起来唱那个台语歌，其实蛮感动的，对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个企划，我觉得真的是就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都蛮少有机会，就是一起用台语特别做什么事情的。对，至少我自己的人生中也有速度有这种感觉，不是速度哈。对，对，好，今天没有要讲那些，对，昨天比较有机会讲那些，但是昨天已经是昨天。好，慌乱，对，好，对，就是这样。对，好，就是人生中有数次感觉到这个大家一起用台语做一个 project 或是做一件事情，真的是蛮少有的机会。对，所以做完每次都觉得好感动哦。我做企划还真的速度嘛，这倒是。对，速度与好，不要讲那个其他地方的翻译，感觉好改业哦。开过12点这样是昨天，不是这样，数学嘛，不是时间是谁定义的？好，太好了，这句话可以拿出来用了，所以啦。好，对，总之就是这样子，然后就真的蛮感动的，就是蛮感动的，对，而且是让大家就是在这首歌里面就是可以展现自己的 King Call， 或者是其实也不是自己的 King Call， 对，像我是有念那个嘛，金门腔嘛，对，但是那并不是我的 King Call， 对，但是就是像那个选股念那个宰哈勾渣郎就很有味道啊，对，就真的觉得是做出来之后自己真的觉得超满意，对。就非常开心的，
然后有蛮多留言也有说那个选股那一句我有加那个 echo 的效果，听起来超像细说台湾，对，很开心，这都是我要的，这都是我要的。那个大家有 get 到我的那个小巧思，让我觉得蛮快乐。迟到的时候可以跟朋友说时间是谁定义的，绝交小秘诀。这个是在反正我很闲的影片有出过吧？我绝对请不要这样做，请不要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做。好，是的，那就是尝到甜头之后，就觉得这个系列好赞哦。我哩咧，头家一条瘦豆，卖切小可咸，小可咸是要创啊？我不吃辣，我不懂啦，对，我不懂。我觉得好，不要乱讲话，要得罪人了。好，我们还是讲点能讲的。对，好耶，好，是的。那反正就是我说的尝到甜头，包含那个流量上的甜头。对，因为这首歌在 IG 真的是流量还真的是很不错呢。对我来说还蛮多的啦。对，比起就是其他大多数影片来说，这真的是蛮突出的。对，所以就尝到流量上的甜头。我刚刚说流浪嘛，就尝到流量上的那个甜头，所以就觉得好像可以多做一点。对啊，偷偷跟大家分享，我目前就打算就是每个月大概出个2首这样子。对，那就可能会，我还有特别想过，对，刚刚有说那个嘛，就是那个车一早个套红的，不对，就是那个可能就是每个月的1号、15号会发这样子。对，如果有顺利的话啦，对，因为那个有时候那个想邀请的人如果比较忙的话，可能就不一定能如期完成。这个有时候也是要看缘分，这也是没办法。对，那反正就是目前努力尽量看能不能每个月出个2首，那可能会是那个一首老歌配一首新世代台语歌，比较新的歌这样子。对，那其实这个策略呢，就是自己蛮自豪的，偷偷跟大家分享。对，就是这个老歌加新歌这样2首这样搭配，其实是有我的那个策略的哦。对，就想说老歌呢，就是加菜时阵是无，菜早个不是啦，菜早个拜拜。好，对，就是想说那个老歌啊，老实说，一部分就是想要吸引一些有一点猎奇心态吗？哇，又要说教了，怎么这样啊？怎么话题又变得这么的严肃呢？对，就是多少有时候对台语会有点猎奇心态，就是想说这个日系画风勾追的微笑路美少女有点难，就是如果唱那个台语老歌的话，有些人就觉得有一个冲突感嘛。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它跟台语刻板印象当然是有关系的啦。对，那这个你很严肃的说的话，算是有点猎奇心态，但我觉得拿来利用这个猎奇心态其实不是坏事，对，难免嘛，难免，对啊，就是对大众来说，这个是一个很怎么说，有点算是被建构的很理所当然的印象吗？对，但我觉得这个也不全然是坏事，对，那其实本来就你换成别的文化、别的语言的话，也会有类似的事情啦，就是比如说那个如果是日本 VTuber。对，然后就看起来像是美少女，但是唱一些那个就是昭和时代的老歌，这样子的话，也是会有那个冲突感嘛。其实是一样的啦，所以也没有很不好，也没有特别丑化台语还是怎样。那些歌也确实是经典老歌，然后也确实也很好听啊。对，所以我觉得就可以利用一下这个大家觉得有冲突感这件事。对，毕竟它不是负面的，没错。对，这件事情并不负面，我觉得很就可以拿来。那个吸引一下大家，我觉得 why not？ 对，口腔偶像同理哦，对，那个比较早之前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哦。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现在可能因为大家那个看过的比较多一点了，所以也比较不会太觉得有冲突感了嘛。对，我觉得是好事的。对，那就我自己其实发现，真的有蛮多台湾 VTuber 都很会唱台语老歌的，对，真的觉得很厉害，而且是很有味道的哦。对，所以那个就是这个选一些老歌来邀请大家唱，也是想说让大家欣赏一下你推他唱老歌很有韵味啊。对，是的，对，我有稍微听一些那个其他 VTuber 唱一些台语老歌，有些很厉害耶。对，就是那个唱功是因为那个唱台语老歌用到的一些唱功是跟我们比如说唱那个什么华语流行，或者是唱一些日语的 J-Pop 的歌曲，那用到的技巧是很不一样的。对，所以能做到那些技巧其实也不简单，我自己就觉得我不太会做到那些
没办法做出那么有味道的使用声音的方式，对，没有错，是不会唱新歌，可能因为蛮多人没有听过新时代台语歌的吧？这等一下会讲，对，好，马上来讲，对，刚刚说那个嘛，我打算每个月就是一首老歌配一首比较新的新歌，对，那严肃火舌，哎呀，阿蛮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看到啊？欢迎，严肃火舌，我们说图有放，啊，严肃探讨啊，没骗你啊，没骗你，对。啊，那就是每个月的那个2首，就想说其中1首要配这个嘛，比较新的歌。对，像那个8月1号放的那个新闻也算吧，也算蛮新的。对，那台语 rap 可能对蛮多人来说，就是可能也不一定有听过。虽然现在的台语 rap 其实也不少，对，但是可能对大家来说没有像那个台语老歌那么的熟悉。对，所以我想说，好，那我这个系列就也来放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我觉得好听的那个。比较新时代的台语歌这样子，觉得蛮赞。哎，嗨，来贵哥，那么欢迎，你来安安啊，欢迎来。有段时间没看到，有时候错过啊。对我最近开台就开比较少，所以真的是能跟大家那个时间对上的机会，真的就比较少一点，非常的可惜。对，都有看秀尔斯，太好了。对，我想说我去上班，至少就是秀尔斯还是要做，对，让大家那个刚好滑到的时候可以赶快的看一下我。太好了，还好有看到秀尔斯。对。台语饶舌推大基厉害啊！大基也是耕耘了好几年啊，大基也是耕耘台语饶舌耕耘了非常久的非常赞的前辈。对，前阵子也有出那首《我讲台语》，那个歌词真的好爱听哦，好爱听。对，爱美秀爱听，对美秀我也很喜欢，美秀的台语歌真的是写的蛮有味道的，非常喜爱。对啊，那就想说新闻可能蛮多人也没听过，就是这种算是速度蛮快，然后就是很。听觉响艳，好那个的形容，对，反正就是可能对大家来说没有听过这种帅气的台语饶舌，对，所以就想说好，那就来唱，对，所以就找了那个火柴，对，一起来唱这首。那时候会找火柴是因为那个我之前那个 Open Verse Challenge 第1届，我自己办的第1届 Open Verse Challenge 的时候，对，就有看到火柴的投稿。对，然后他就是也是用台语饶舌，非常厉害啊。对，所以我就一直对他这件事情非常有印象。对，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要来唱这个台语 rap 的话，好像就应该找他，绝对要找他。对，所以就找了他，然后耶，就感谢他有一起来唱这首，对，非常开心。对，这很常听北灰 k 这一定要听啊，这个也是那个台语歌算是必听吧，必听乐团。对。对，那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对，就是有打算一直继续做这个系列，嘿啊，但是因为就大家都蛮忙的嘛，所以就是包括我自己跟 VTuber 同行，就是被我邀请的 VTuber 朋友，就大家真的都蛮忙的，所以我就是给大家的那个录音的那个 deadline 就是都压蛮久的啦，对，所以就是还在等。那目前就是也有几首歌，就是头已经洗一半，头已经洗一半啊，嘿，已经有开始在做，那还在等大家录音录给我，对，所以就请大家还可以再期待，就是还会有好几支哦。还在努力制作中哦，对，那还有一支已经那个偷偷在 IG 已经先上了，对，那明天也会在 YouTube 上，大家可以帮我多看一下，什么欢喜的贺非常好听，对，好，哦，美秀跟灭火器10月在嘉义有免费场，好好有喜欢美秀跟灭火器的一定不能错过，一定要记得再关注他们的活动的最新讯息，好，对。那没错，那大家如果等不及，不想要等到明天再听黄喜德赫的话，等一下那个下播后就可以去 IG 帮我看一下，帮我那个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谢谢，帮我分享到你的现实动态，谢谢，真的很好听啦，真的很好听，对，就是因为我邀请的 VTuber 的朋友就是都很会唱呢，都很厉害呢，对，好像有转贴哦，对啊，我记得我有看到你有转到限动啊，感谢你。一定要分，对，分享，请大家用力分享，没错。好，那再来，我们还做了些什么事呢？我们还做了什么企划啊？那5颗零，新闻讲完了，没有忘记切来这张，笑死。好，那再来，我们最近还开了什么台呢？我们还开了那5颗零啊，对，那5颗零，我们
好，我们就一起讲，也没有一起讲啦，就是一章一章讲一下。对，这那5颗零这个系列节目也是做了蛮久的。对，那就这个节目在做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每一集找一个最好是没有到很熟，很熟的也可以啦。但是可以的话，最好是还没有很熟的那个，我觉得很赞，然后一直很想聊聊天的人。对，就是这个节目呢，其实是有努力在以这个方向在制作的。对，那没有错，那就是这个系列就是会花大概1个半小时到2小时，然后就是准备一些以前没有很认真准备访纲，以前是比较那个随机聊天，比较临场反应，比较那个自由发挥一点。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想找的来宾都是一些我有想到很想请教的问题的来宾。对，所以我就是会特别准备一下，就是特定想问的问题。对，那我觉得好像用这种方式准备，对啊，稍早在讲那个街访系列的时候也有说到，对，就是觉得好像那个有时候做节目也是累积一些经验之后做法会改变，然后会有一点滚动式修正，就做一做就发现，好像用这种方式做好像更好，好像更有效率，然后好像做起来更顺手。对，有时候会有这种状况。对，所以现在的那5颗零其实是有经历一些改变的。对，目前都是会想说还是不要挡到人家的盛世美颜好了。对，我还是站过来一点。对，觉得怪怪的。对，就是会想说那个好像可以准备更明确的访纲，然后是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来问，好像更好啊。对，晚餐有加梅粉的咸酥鸡啊，所以梅粉派团结，嗨，红梅晚安，暗芒欢迎你来。足久无见，是因为我足久无开台拍摄，现在真的都好少开台哦。好，再次万谈。好，那对就是这样子。那就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3位那个就近期的3位来宾的好，就是我的各种心得跟小故事，毕竟是后日谈嘛，不外乎就是心得跟小故事。对，好，那就是其实蛮早之前就知道一家的，忙就会这样。对啊，没办法啊，拢是为着要讨谈，为着3顿在打拼。这有最啥？这有最，咱拢是为别人在活。爱是一首歌，好，没有要唱歌。一首头无尾，好，没有要唱歌。好，对，蛮早之前就知道一家的，大概是在他开始做公视的主持人的时候，就知道他，对，就有注意到他。对，详情请回去看，对，详情请补这个档，详情请去看这一集。那5颗零也是聊了很多呢，嘛是有讲到真多啊。好，对，那就是那5颗零的名单上啊，对，就是其实我那个名单上还有很多人都是一直写在上面，写很久了，然后一直缺乏勇气或是缺乏契机去邀请。对，那个一家也是其中一位啊。对，就是想找他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契机呀。对，但是那个这一次这个契机就是有人推荐这个盖特的影片给我看。对，就是一家有那个手写一个免费字体，然后开放给大家用。对啊，我也有用。对对，我是有用的人。好，好烂啊！对，我也有用哦，在我的那个台语填词版的 cover， 那个完蛋，自己不会讲那个歌的名字，讲到怎么突然多米多罗啊？没有，我是在学我们那天跟一家讲话，就是这个感觉，到底为什么呢？对，好。对，反正就是那个，对，反正就是他有做一个手写字体给大家用，然后是支援台文的。对，他就有人分享这个影片给我看，分享一家的影片给我看。对，那我知道，就我这样才我本来只知道他有做那个公视的主持人。对，然后我是看了那个影片，我才知道哦，原来一家有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哎。然后那个 YouTube 频道的那个自我介绍那边点开啊，就是可以找得到那个联络 email。对，那个合作邀请请寄到这边，然后就那我就有一家的 email 了，可以联络他了，然后我就把那个访纲寄给他，问他要不要来，然后就把人家找来了。
真是实在是尽无言婚呐！就这样，对，是的，就是这样，讲完了。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吗？忘记，请大家尽量问问题。对，想做一个有用的人是一本诗集哦，原来如此。我都没读什么书，所以没有听过这一本诗集耶。好，不过这一场也是蛮厉害的，就是也是几乎全台语嘛，对，其实蛮厉害的。对，就是那个那吾科林这个系列，并没有强迫，真的没有强迫，并没有强迫来宾全台语。对，但是我在那个企划上面就是有写说，可以把主播的脚嘛，你扒看啊，看会不会编1分钟啊？对，反正就是我在那个企划说明有写，就是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欢迎尽量全台语哦。对，那毕竟是公视台语台主持人，全台语肯定是难不倒的吧？对，所以我们就几乎也是我们好像真的是全台语的讲完这一集耶。对，就真的是蛮感动的。对，我一直觉得就是可以在不同的领域或者是在不同的话题上，就是能够用全台语跟另外一个人就是畅聊，就是也是一种蛮可贵的体验。跟刚刚说的那个一起用全台语做一件事情，那个感觉很像，就是因为真的蛮可贵的啦。我觉得在现代这个时代要做到就不太容易，蛮需要缘分的。对，所以每次就是有做完这种事情都会很感动啊。对，初见啊，看我说学台语太好了，来对地方了。你好啊，我看看我要怎么称呼你啊？我应该叫你Conin 吗？嗨，Conin，阿曼还原你来看我说学台语。那我是不是要多讲一点台语？回dit就是安尼，回dit就是会感觉讲会当甲一个人用全台语开讲2点钟，这是无简单的代志，所以逐摆有做了这种代志，都会足感动的。对，所以这嘛真正是厉害啊，真厉害啊！对，好，那再来呢？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发现好啦，不要挡到人家脸，就会挡到名字，但是应该还是脸比较重要。那我们就挡名字吧。对，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最近的那个那吾科林还要请到我们陶岳梦娜，南台湾的地下偶像。对。那时候就是大家应该就是少找那个街访接班人的这个系列，大家应该知道嘛，就是我们的那个面试的竞争者里面，对，有包含梦娜，没关系，你在，嗨，你好，异母异父的妹妹，对，异母异父的，那不就是完全好？算了，随便，对，好，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那个2只脚放到他头上之后，我们看起来简直是异母异父的妹妹，那也安呢？爸爸在看吧，上节目了耶！又上节目了，恭喜！对，听说这集那吾科林那个梦娜的爸爸有看吗？好刺激哦！好啦，反正就是那个街访接班人系列的时候，那个梦娜是第一个投履历的人呐。对，因为大家都是死线超人，大家投履历都很晚才投啊。我们梦娜蛮早就投的，对，印象非常深刻。对，异母异父的亲兄妹，亲在哪？完全没有亲兄妹的部分。对，甚至这个爸爸不知道在说陶岳爸爸还是欧拉夫老师。没有，欧拉夫老师是我的爸爸。谁说要有血缘关系才是家人？说有道理，说有道理。我的问题，对不起。我被这个奇怪的世俗的定义给束缚了，真抱歉，可能我太习惯被束缚了。好，不要乱讲话，我们继续。对，那总之就是反正那时候就是知道，就是梦娜有这个地下偶像跟自学生对这些身份，然后就觉得好酷哦，然后我就有很多问题想要问，对我就有很多问题想要问，对，所以就决定了，就是那个我们那吾科林一定要找他来，对。那天就大家如果没看过这集的话，请回去看。那天真的蛮好笑的，对，我觉得那个虽然我们也是面试的时候不算嘛，面试的时候是那个用全台语通话，然后那个情境可能比较
紧张一点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紧不紧张。两边的爸爸可以多元成家，在讲什么？对我也不知道那个我紧不紧张。对，但是孟娜应该是很紧张。对，8:22火蛇习惯被束缚，请帮我剪精华，谢谢。效果很好，很开心。对啊，就是我们是第一次那个在非面试的情境下，在不是面试的情境下通话。对，所以就是意外的很聊得来，是这样讲嘛？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啦？那个叫那个一见如故嘛，就是聊得还蛮开的，聊得蛮嗨的。对，气氛非常好，然后很好笑。对，请大家务必那个没看过，请去补档。对，很嗨，对，蛮赞的。对，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可以再跟孟娜多聊聊。那希望之后可以有越来越高比例的台语，对，感觉非常期待。不瞒您说，面试那天紧张到一直流汗，我很抱歉，给大家压力，笑死。对，好恶劣哦，好恶劣哦，给大家压力之后还自己加一个笑死，怎么会有这种主播？怎么会这样？对，好的，对，以后还要好啊，期待之后那个可以有更多合作的机会，然后希望可以多听孟娜讲台语啊，对啊，好，那没错，那接下来我们那个纳武科林还有这个希尔腾腾昨天的这一集，对，昨天这一集我们请到了依晨老师，他刚刚有出现一下，对，我们那个非常厉害的依晨老师，对，其实依晨老师被我放在名单上很久，也真的很久了，对，非常久。那一样是那个没有一个，就是缺乏一个勇气以及契机去邀请他，对，也是一直没有那个契机，所以就一直还没邀他。对，但终于就是前阵子有一个小小的契机，让我有机会就是跟他联络到了，但是详情就是不能说，对，那个就请大家当没听到，对，不能说，对。那反正就是因为一些缘分啦，因为一些奇妙的缘分，就是可能有用台语创作的人会互相吸引吧。你相信重力吗？对，这种感觉，对，不过这是真的啦，我很认真，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啦，本来就是跟梁静茹贷款勇气，那是用贷款的嘛，还要还是吗？好困难。我以为借勇气跟借卫生纸一样不用还呢、大家借卫生纸会还吗？应该不会吧。好，不对，我要讲什么？对，反正是什么，这可不能当做没听到。好，很积极在玩梗啊，各位。对，就是我觉得缺乏爱、勇气与希望，所以魔法公主没有诞生。爱、勇气、希望。对哦，那个叫拿，不叫借，那你就直接跟梁静茹拿勇气就好了，干嘛用借的？还用贷款的，搞不好还有利息耶，不好吧？好，那总之就是我确实也常常觉得，就是有用台语创作的人，就是会互相吸引。那这也是其实也是蛮废话的，就毕竟有在用台语创作的人，就应该也会去积极的关注其他台语的创作者，所以本来就会互相看到啦。对啊，会互相看到。真的假的？你都跟朋友催缴卫生纸要这样哦？好的，这个朋友是朋友，钱还是要讲清楚，卫生纸还是要讲清楚，是这样吗？应该是这样吧。好啦，对，那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是刚好有一些缘分，就邀请他来来我这边聊聊天。对，就是其实那个在邀约的时候，就是有小聊一下。对，那意外的得知，就是他也会看我的影片。对，真的是有用台语在创作的，就是会互相看到啦。对啊，这个也是非常的理所当然的呢。朋友的卫生纸包装看起来比较可爱。哦，所以你是那个把自己觉得没那么可爱的卫生纸，就是贷款借出去，然后回收的时候努力回收，看起来比较可爱的卫生纸吗？原来是用这种方式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这还真是太有智慧了。好，对，那反正就是小聊一下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老师也有看我的影片，怎么这样？对，然后就觉得蛮好笑的。对，那总之就是想说，好，那就是契机也到了，那就是早就很想要就是请教一些问题了，太好了。对，那就刚好就是可以来聊聊这样子，没有错。一场老师的形象是哪一个绘师画的？我没有问他对，这是那个一场老师自己的例会。对，他好像他本来就有这一张，对，但我没有特别问是哪一位老师画的，可能可以打电话去问他。对，可以，对，不知道应该某个地方可能会有标，可以去看看。对，
对啊，原来是这样，没有错。这是一种卫生纸股票，这算期货还是现货？不晓得。好，不要太 nerdy， 我们还是讲人话吧，陈火蛇。对，好，那就这样子。对，是的，对，那就也真的是收获蛮多的，真的觉得学到蛮多东西的。对，那一样就是请大家就是支持台语创作者啊。对，结论是这个吗？对，就是我觉得用台语创作就怎么说？我觉得一个语言要有越来越多人使用的话，不能只拿来教学，就肯定是要有一些娱乐性的内容。对，那娱乐包含很多种嘛，包含那个公视台语台的节目也是啊，对啊，或者是那个 idol 活动、偶像活动也是啊，对，那或者是做一些情欲相关的作品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一种创作，然后一种娱乐内容，对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啊。当 VTuber 也是对，所以我就是大家如果有看到喜欢的台语创作者，请大力支持他。对，那支持就很多种嘛，买他的作品，看他的节目，对，或是把它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全部都很重要。对，那就是请大家再多多支持，就是我们的各位台语创作者啊。还有当然也包含陈火蛇，好不好？谢谢大家。好啦，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吗？对，就是不知道今天就是分享这些近期的节目的有的没的，不知道对大家来说有没有收获？那如果没有的话，也不用告诉我，我会伤心。对，好，对啊，或是有什么觉得我没讲到，但是很想问的，可以问一下，好不好？对，那或是那个单纯想要聊天，就想要跟陈火蛇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干嘛，对，我们可以再小聊一下，然后我就来一边看看，等一下要降落去哪里好了。对，安的差不多，今天嘛小快点嘛，啊，这就是人生。好啊，对，然后我再宣传一下，明天有联动，对，明天有联动。哦，你要讲好，有点多慢慢打字，没关系，你慢慢来。好，我先看一下我是可以降落去哪里。对，我来看看有谁在开台。好，那明天，对，明天那个陈火蛇会出现在纳欧那边，对，我们的美人鱼纳欧。他已经在哪磨练？我看一下我有哪些选择。对，那明天晚上一样7点，明仔暗时7点。我会出现在纳欧遐，用台语来开讲。对，有人邀请我去用台语闲聊啊，这怎么能拒绝呢？对，所以明天晚上7点，请去纳欧的台。哦，纳欧刚好有开耶，不然我们就去好了啊。等一下去的时候，大家顺便把那个小铃铛打开好了啦。对，顺便把小铃铛打开就不会错过。对啊，明仔7点，对，明天晚上7点，对，我们就在纳欧那边见面啦。我很期待。我一直都很期待用台语跟啊，对啦，刚刚就是也没忘记讲到，就是我们那个依晨老师，对，昨天也是我们也是基本上也是用全台语，几乎用全台语聊了非常久，对，也真的是蛮感动的，超赞的，就是想说，大家虽然可能有做一些台语的创作，但是也不一定在自己的频道就是有机会用全台语做这么长的内容，对，所以有机会邀请大家来我的频道跟我一起用全台语聊天，也是让我觉得蛮感动，然后就可能也蛮荣幸的，对，蛮荣幸。就大家像那个依晨老师，就是昨天有稍微说到嘛，就是在他自己的 Discord 伺服器里面啊，可能不一定全部都是台湾人，有一些可能是听不懂台语的，对，那就是可能也不一定每次都有机会，就是用很多台语来就是跟大家聊天。对，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来我的频道，或是大家想到陈火蛇，大家想到跟陈火蛇联动的时候，会想到我们可以试着用全台语聊天。对，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高兴，让我觉得很荣幸。对，所以真的是蛮感谢，就是大家有记得我很喜欢台语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也蛮开心可以看到大家就是努力的用台语讲话。对，这件事情真的不简单啊，真的不简单。对，真的是看到会觉得很赞啊，可以一起努力。觉得台语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被传播出去，是对于这辈年轻人可以很荣幸的事情。真的，对啊，我觉得台语可以用那个
不是纯教学的方式，用一些单纯的好笑好玩的方式把它传播出去，让它变成一个让人觉得很好玩的语言，让人觉得很有趣，会想拿来用的语言。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啊。对，那这件事情我也真的觉得近几年看到，除了我以外，也有很多很优秀的年轻人，有一些看起来明明就超年轻，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厉害，对，都有在做到这一类的事情，真的是觉得有在变好对，真的蛮开心的，真的很开心，很感谢陈火车的存在谢谢。对，我要学习那个那叫什么？我要学习那个心安理得的接受称赞。对啊，确实吧，我也是蛮努力的啦，也是做得不错。对，那当然不只有我啦，就是我以外也有真的有很多很厉害的，也有在用台语创作的人。对，每次看到也会觉得很高兴也会觉得就是很感谢这些人，也是一直在努力。对，就是真的是蛮赞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出道，大家有想法、有擅长做的事的话，也可以出道来做这件事情哦，不一定要当 VTuber 啦，好不好？对，可以自己有个频道，放一些自己用台语做某件事情的影片，也很棒啊，对啊，对不对？好累哦，好，准备休息。会给我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来跟我讲台语，这样子吧，好适合做成梗图我觉得不错确实很符合我。虽然这样那样，总之可以先祝你生日快乐，好，可以啊。祝你生日，关一下 BGM， 喝一下茶。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大家祝阿酸生日快乐啊！恭喜你又老一岁啊！好，谢谢。好，恭喜你又老了1岁，太好了，离出道又近了一步啊！虽然也没有规定几岁才能出道啦。好，太好了。OK， 对啊，台语开始变成平易近人，真的很棒，我也觉得真的是蛮重要的，真的是蛮重要的。对，变成一个也是可以轻松的拿来玩，也可以拿来做有趣的事，是非常重要的呢。要么这么优秀还不给夸，好，对我请夸，谢谢，欢迎大家夸我，用钱砸我，对，谢谢。好啦，怎么人启程转出道抓交替？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那对，请大家祝阿酸生日快乐。那我们明天晚上7点见咯，好不好？马来西亚还是比我年轻，你永远都会比我年轻啊！讲什么？恭喜啊！恭喜你！好，没有要唱歌。好，我请求。好，没有要唱歌。好，那拜拜，我们就准备降落过去吧。谢谢大家，大家晚安，大家拜拜。恭喜你，我亲像天顶的仙女。恭喜你，我亲像。